1983年12月30日，台北市一间华南银行的商理林永全前一天突然失踪，过长工银行就被抢走700多万的现金。警方在案发了后7个月，在台北县三芝的工厂内找到林永全的尸体。凶手就是后来犯了五常国小学童甲新光集团换动量绑票案的吴冠宝，最后被判处死刑。1997年12月30日，南非甲中国签署建交公报，成立一个中国政策。过长工，台湾正式终止甲南非的外交关系。我国驻南非大使馆甲合国旗对官方的中华民国大使馆改为非官方的驻南非台北联络代表处。2003年12月30日，香港大明星梅艳芳因为子宫癌并发着衰竭，过身伫香港。伫共当的11月，伊举办生前最后一届演唱会。张学友甲刘德华拢来参加，伊一生出过30多张的唱片，演出大约40部的电影，有8倍天后的称号。